Hello， 各位電視機頭前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大家準時收看福起來咧，我是總編阿群妹。我相信大家可能在亞過生日的時節，無就辦乜個 party 啊，有乜個派對的時節，無就大家同屋企人齊種慶下的時節，無聽錯過年的時節，大家就有可能會食呀雞卵糕，按用雞卵糕圓圓滿滿，就代表有一種團圓的感覺。故說今日節目當中，要同大家來分享心中嘅一間當天撇的雞卵糕店，嗰個店名當天撇，嗰個用心的當天撇，細細個個來分享，頭家許凱分享。大家好，我是木木健健的頭家，歡迎大家有閒來新做了這甜點。哇，歡迎許凱來到節目當中。許凱同我共有苗栗客家人，係，我係苗栗頭份的客家人。頭份客家人啊，都有客家，大家應該聽得出來哦。許凱客家很懂好。做對啦，就主要係講試驗啦。哦，你唔講我阿婆係新做北埔的人，所以我媽做對糖一些些的開封。哎呦，很強哦！故說節目當中來同大家分享許凱嘅呀哈，可以一間雞卵糕店、蛋糕店，對不對？哦，你一開始講到分享大家來到新做了，故說人嘅店咪係開到新做。係，因為店嘅主要係有兩間，一間都做白，一間都新做。咁兩間木木捲捲係我人我太太一起共下經營嘅啦。因為賣的主要是生的雞卵糕，也有一般的那個常溫的點心，小蛋糕、餅乾、西點，那也有台式馬卡龍。哦，係啊，對，因為差不多是2023年出來經營的，啊，客群主要是小家庭，小朋友居多，都呀哈，開店差不多幾多年嘞？哦，安樣差不多3年有了。3年有誒，因為其實可能許凱哦，因為創作啊，生意攏有沒有？穿西裝來到節目當中，其實你頭擺嘅工作，咩同樣愛做生意攏有相關，對不對？是做金融業的。嘿，其實細時節都沒有你頭份啦，哦，差不多讀到高中後輩，我就到台北。台北讀書前頭路，所以開始我差不多到台北的時間，咁啊20年的工作經驗，攏係到金融業人銀行啦，較多，後輩了5年就轉了新做。20年的時間到台北做金融業，真無簡單。係啊，哦，啊唔過，我不用睇，按用將近20年嘅投入，竟然算係做到一個當穩定的一個事業呗。我太太係到新做嘅台灣店甜點部位，做這個工作啦，先前。所以因為生活重心大家都在新竹，新竹兩片，對，故說就乜個原因本感覺到我不用睇年單啲台北，按用做安穩定，我20年按用嘅事業轉到新竹，來到新竹。我太太其實佢做甜點當久，佢係高雄人，佢差不多18歲佢就到台北，開始從甜點做學徒。開始做20年，後尾佢就轉來新做，到台灣店的甜點部，做生。我其實我有兩隻木木捲捲兩隻店的，係我鼓勵他出來，鼓勵說，你做得出來做看看呢，前面當多給朋友啊，親戚啊，就做幾生的，做當後生。因就想講說，那一開始因就先到一隻商場裡，租一個櫃位開始，嗰時間其實很多金融業，唔過下班的時間就會去聽書啦，要去兼差就對了，要去兼差那個做打雜用的對待客人啊，外場都有做對。唔過後尾嘅商場忘掉咧，不到一年，因就商場就會忘掉咧，就比我們有點半強迫的啦，要找到一個地方來去做，繼續做這個甜點事業體。所以講後尾這樣多了還有2間店面，就這個店面後來才找到才開始。
啊，甜點迄個太太做的，不過佢較強鬆啦，較排泄，所以講佢就平常時都在甜點廚房裡面做甜點，我就負責生產以外所有的事情，對外啊、外場啊、人力啊，就對待客人啊、行銷安樣，係啊。剛講楊太太就會懂整出都做甜點蛋糕，你做事情就懂細心，手很巧，專注在一個位置上可以做很久的人。也知道唐你安樣形容楊給太太，我就有看到人做蛋糕這麼漂亮，按精緻按用嘅給人講按用嘅點心，就做香香的都按楊太太聽說係一個懂細心細膩嘅，懂專心嘅，因為它上面的裝飾每個都很漂亮。沒錯，一隻英做的講用完美主義嘅，然後對，其實做給人搞大家做的都差不多，其實輕鬆又係最後那個美感，人家講的意念，美感是最後蛋糕優劣的這個決定點，真的，因為太敢看到就哇，很等一下要再給人搞，對，嗰種我相信咩係因為按呢本都呀短的呀，可能出來開工作室差唔多2-3年lang的時間，你就做得開到2間店的規模誒，呀，我知道係都本人想象唔到的事情很成功誒，不過這過程嘛是懂辛苦啦，前面的時間懂辛苦，不過我有兩隻店咩，其實嘛是一個也嘛係一種緣分啦，因為一開始商場忙的時間，因為差不多會請店面，我們都在新竹生活嘛，所以講大部分都會想說就請附近的請店面看看啦，好，那後來有一隻老師有看到一隻醫生朋友看到一隻店面介紹本營業，會不會就以這個緣分就請到了他竹北店的店面，就1個月以內就搬遷到現在的位置，這樣較穩定安樣。因為其實也下竹北係完全冇共用嘅一個所在嘅，係啊，竹北大部分係外移的人口，科技業、小家庭，小朋友居多，因為店面旁邊都是幼兒園吶，學校、安親班，我感覺下課的時候，也是媽媽好可愛哦，愛對啊，大部分我們的客人50% 以上也都是小家庭跟這個媽媽小朋友居多。所以應該講，因為緣分的關係，雖然人兩三都唔係新竹人，唔過拄拄好就來到新竹要到收菜，然後拄拄好新竹要到收菜又有新的，因為科技的關係又有新的都市安樣形成，拄拄好就是有這個需求，對，就是一個需求啦。當然我覺得很重要是說這個。需求是在於現在小家庭多，特別因說給人搞個香港，我會懂你，好，什麼8寸10寸的，8寸10寸，不過了他小家庭多量撒散撒，所以開始尺寸也往比較小，好，然後過來因為蛋糕黑裸蛋糕，就鮮奶油它 sale，它天空，好，媽有1-3年都在設那小蛋糕，我真的覺得裸蛋糕要按多年來懂時行因為。特別印象都對雞卵糕、鮮奶油雞卵糕嘅印象就係 no 有黏嘅雞卵糕，設的時間很當然唔可以設嘅雞卵糕，唔可以設嘅鮮奶油，就老奇怪，對不對？但是現在說裸蛋糕，裸蛋糕就是顧名思義，它就是 no 就會抹狗嘅鮮奶油，沒有狗鮮奶油，它就很難讓它漂亮，要讓它漂亮，這是一件很花心思的事情。對，就像你給片給走，真的2個蛋糕都是裸蛋糕。對，這2個都是裸蛋糕。而且我覺得要貼到按正才按獎，係真冇簡單的。係啊，而且2個雞卵糕全部都係圓形的，都是圓形的。因為店名有關啦，因為都木卷嘛。好，要在店名係講，第一隻係我太太姓楊嘛。木易楊嘅小名就用到木，好可愛啊！就木，然後卷喺講，唔可以做雞卵糕，全部係圓形咧，用卷狀，好，所以
這個就符合我們就所以叫木木卷卷。然後其實還有剛剛有講，因為店面都在幼兒園跟學校附近，所以大部分是小朋友居多，所以我們會用疊字，會看起來它溫馨，它親切，就是用木木卷卷，對呀，就符合我們的客群都是小家庭跟小朋友。而且我覺得抓到一個元素，嘿，一點店面哦有其實輕鬆也有給一件事情，所以你們就抓着這個眼型，按用給感覺，就是甚至連按用甜點，這個甜點是蛋卷，裡面做到眼型，然後給建起來。嘿，這是米蛋卷，用米谷粉做的，所以買用尖尖的形狀一樣。對，我覺得這就是創業輕鬆優惠就會呀，弄緊會好。你會想到一家風格，想到你的目標，想到你的客群，然後按用來講，做起家的東西就會盡量做出特色。所以一間點心店，一個雞卵糕店，還有哪條特色做得來同大家來小姐先休息一下，等下再個轉到節目當中哦。好，歡迎大家又轉到福喜來咧，我係總員阿權妹。今日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算同愛共用苗栗人的這個許凱哦。其實都諾貝大兵的研究，台北台都市大兵的研究過後，也按多年來就決定同亞太太共下到新竹開的甜點雞卵糕的工作室。當然咩係因為亞太太都亞甜點嘅亞紅咩做嘅呢，將去咩20年。聽說係一個經驗當豐富嘅一個甜點師傅，今日節目當中來同大家來分享一個點，剛剛有同大家來分享到，而個雞卵糕都係用呀眼型的粗型，對，先從對呀招牌來開始來了解一下，因為雞卵糕，其實雞卵糕，我其實在想哦，當多間雞卵糕店，也都會有自家嘅招牌。我們吃肉你的個招牌跟別人的招牌口味好像不太一樣。係啊，對不對？係，冇共樣啦。像你家看到的倆，人家招牌係綜合水果，是不是？一般我們聽到的招牌黑森林，然後什麼鮮奶油蛋糕、草莓蛋糕，但是你們的是綜合水果。所以你看綜合水果嘅雞卵糕焦點就會都水果當杯，所以人家水果人。配件無共樣的係，因個水果唔係人大盤商去拿的，係有人去專門挑選過後再來送到店裡。哇！過來就是說，料在綜合水果會隨着季節做變化。春天的時節，然冬天可能就會草莓，因講的柳丁，台灣柳丁或者是柳橙。到夏天的時節，可能就是哈多嘅芒果，然哈密瓜。那秋天的時節會有葡萄。對。過來你看個蛋糕體係裸蛋糕啦，所以講佢吃起來它清爽，冇按多鮮奶油。因為鮮奶油係日本進口的，吃起來按樣整體的口感會出到酸甜平衡。水果讓雞卵糕會較強下，吃起來會酸甜平衡。也係青苔特色。你講緊要見囤起來先，講起來就當好吃。因為其實你個綜合水果要看起來像是珠寶盒的感覺，你知道嗎？係啊，當杯珐琅、金箔、銀箔攏做得成。哦，珐咩係特別透過是可食用的花。給食用花，好用栽培冷藏的方式寄到我們店裡。你這是蛋糕嘅裝飾品，真是總都同個小農精品。共用誒，共用係一樣，哇，好厲害哦！較細紮一樣，好。我知道因個綜合水果還有一隻特別地方係吃了隻雞卵糕就像吃一隻水果盛宴啦，所以講了隻雞卵糕賣清後，也係因店的招牌嘅原因係一樣。我做得想想，因為其實我輕好食東西，我咩輕好食甜點，我咩會做，我咩一滴滴的會做甜點。故說我哋做水果蛋糕有幾個難度，比如講果汁會出水。
你可以講土豆唔拉起給狗子，它就會出水，你給給亂搞就會濕濕的。我就會忘態，你出貨的時候，那個給亂搞就是有點像比薩斜塔的樣子。好，沒錯哈。對。周圍時間啊，其實都清南的每個水果的水分冇用用。好，比如說你買有小玉西瓜，小玉西瓜這麼濕的水果，小玉西瓜你就中午得放到給亂搞的底部。出水的時節，給人搞就會濕濕安樣，唔好食。好，你當到技巧都底杯，然後後尾就會講因講的草莓，哈，因也下用的都係當季的台府的草莓，所以看起來好漂亮，比較皮薄多汁一些。好，那要是說因某草莓季某一時節，你就會從美國去空運草莓，就用美國空運的草莓來替代這個原來台灣的草莓。對，但是這個像尤其亞洲時節，可能的春天還有一些嘞寂寞的草莓，但是春天高太高後當然會有某 Q 用給狗子。對，不過在台灣草莓就是算是全台灣人在草莓季的時候，大家就會懂中醫點。那個便利商店在草莓季全部都換成草莓的糖果零食這樣子，你要懂沒 Q 用，所以講到呀草莓。面頭前嘅盤滿滿的黏黏都係草莓的蛋糕，同太高來小記一下。好啊，你知草莓派對，係因為冬天啦、春天呢，好就是季節限定的商品。草莓來開派對的蛋糕。好，這是草莓派對你知給人搞清大的特色就是草莓的量哈，很多草莓派對中它有雙層的草莓，那兩下都會用美麗太府的草莓，好那。因為設計按樣眼睛的，主要係講按樣風色的哈，會本身還有食慾啦。對。人家講看到按樣當好色按樣，然後特別的時節係講，當不會有一紮布丁。那個布丁太吸引人注意了，它就像一個火山都滴動哦。像當中有一隻火山啊，像一樣眼睛一樣。跟布丁它特別，那在布丁係用純鮮奶，好用隔水進烤箱。所以給 Saki 來講，它綿密，還有綿密，像日式布丁一樣。不是因為一般來講，食到給人搞底度嘅布丁，一般來講不太是應該說整正嘅布丁，不是用軟做的，比較多是粉做的布丁。粉做的 QQ 按樣，不過料在係純鮮奶隔水去做的，因講的水蒸法，所以講按樣。布丁聲音也有當中醫一樣的。那一定的啊，就是如果是我，可能拿到給蛋糕，直接會堆給布丁咚落去拿回去，看起來真的太吸引人了。對啊，對。因為其實講，因為給蛋糕因為跟着季節做變化啦。然後黑草莓，我因為夏天的時節就因為芒果就會有芒果限定的給蛋糕。啊，好棒哦！係啊，母親節愛到的時節，譬如講4月到5月咧，他們就有水蜜桃的限定。你節目播出的時節，大家應該差不多愛準備母親節愛聽給亂搞誒。嗰時候還有在好好的規劃一下，提醒大家母親節快到了。所以母親節就差不多係差不多就水蜜桃會出來。嘿，差不多到秋天的時節就會葡萄，葡萄有時候然後栗子，應該會栗子蛋糕。冬天的時節差不多就係草莓又轉來。所以大概讀到某 Q 用嘅果，對，水果某 Q 用嘅季節的時間，你會重新再個上一擺，還是說就是你們會有固定的一個配方？按樣講到按樣設計按樣嘅蛋糕，係因為內場嘅師傅太加強下，太輕頭拿通嘅事情。拿通嘅時間哈，因為有點像快時尚按樣打炸捏分，或者是說。大家水果的產季的時間，因為發想講，因為用的做料炸給人搞，當然因為係圓形的啦，不過出到青蔥又係因為去有一隻構圖啦意象，再從季節裡去選擇食材，對，好，然後這個青蔥又還用給蜜桃讓口感會一直去測試，好，前後不會就會太搞硬色，好，做寬寬的色寬寬的都青後的狀態這樣
推出來幫大家。那知道我們就用草莓，用臭莓來舉例子好了，壓黑臭莓。除了有這個草莓派對，有不用很厲害的手工布丁的這個版本，這個口味之外，其實裡面頭前面有那麼一類，這個也是小巧可愛的一個草莓的給亂搞，同大家來收給哈。都對了，料炸黑草莓舒芙蕾，給清大最大的特色黑講，給料給咱搞黑一撒銀就做得實嘞。獨享蛋糕，嘿，丟在，哎呀，哈，誰在？它舒芙蕾超軟的，我就輕輕沒有用力就切下去呢。係啊，其實那料炸給咱搞清大特色黑講，給料當杯按用白色厚厚的，給北海道的乳酪，好按用吃起來鹹甜按用的。哎，不客氣了，剛好做的，我一開始想吃到嘅係，鹹，有些鹹的奶油，食起來一樣鹹甜，一樣就唔會食起來按對，然後給帶下，因為它那個舒芙蕾的蛋糕非常的蓬鬆，然後再給我加蛋糕給奶霜感，吃起來有些的像 cheese 的感覺，吃起來很像輕乳酪蛋糕。其實它像輕乳酪的給亂搞。對，俺排泄吃家唔拿個草莓，不然俺等下追底度全部都會草莓，沒辦法供方。那知道這個也是因為你懂就單槍草莓，你某可能單槍就給一隻 Q 米甜甜，你就會愛上那個一類，愛上到其他口味啦、形狀，或者是搭配，讓別人大家有某 Q 用的選擇，嘛做得多選擇哈。對，所以這樣子草莓就一隻獨到一隻規則，一種水果，一種果汁，可能就會有某 Q 用的變化。這就是你要的為它送腦筋的素材。對，對，那看到亞扎亞的店，其實有七個風格，包含它是圓圓的、木木捲捲嘛。韓國人看到亞的可能包裝啊，包含講餐具啊，包含講頭家根本就做的衫。你是不是自己心裡面就是有一個風格，七個熊的，七個三個？嘿，你在店面其實講因看因給咱搞，看起來當講當華麗，夢幻，夢幻。所以講設計了在店面的時間，我就會想講大量的用粉紅色系，好，要有幾種原因哈。第一個係講看起來它療癒、它溫暖。第二個係粉紅色黑矮太太，好親好的一個色系。要這樣子，太太沒有來，還是要放閃就對了。對，它是粉紅色，是他最愛的顏色。好，給人家歐多拜，給歐多拜用的粉紅色誒。哇，哎呀，他有看到呀，店面底度嘅中縫同風格，看得出來是一個很夢幻，很像公主會在那裡享用下午茶的感覺。就。按樣的色系看起來會較柔和啦，哦，哈，人家講粉紅色，其實講對於很多事情有一種幻想、浪漫感的延伸。好漂亮，要點起你去個中縫嘞。嘿，因為愛人愛太太上的，大概就看人穿做按樣的綠色的西裝，底部會做粉紅色，可以因為店面顏色就變按樣。好棒哦，輕有去個的風格。係啊，按樣的色系的變化，係講也符合因為主要的客群，那種小朋友、小家庭，希望講年下來，一點會比較放鬆，而且有種溫馨的感覺。係啊，對，古時候看吼，當有特色啊，頭家咩當用心啲嘅做家頭嘅東西，包含幾個人嘅所有嘅口味、所有嘅細節，全部都當注意，還有當到家頭創業嘅故事，我同大家來分享。先休息一下，等下再個進來。好，歡迎大家又轉到福喜來咧，我係綜藝圈阿權妹。今日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徐凱基開嘅雞卵糕店，太太係一個經驗當豐富嘅雞卵糕師傅，用心做當醬，本人吃到很療癒的一道雞卵糕，也咪係人都創業上愛本人嘅感覺，想要給人家一種很溫暖、很溫馨，然後很可愛、很夢幻的感覺。一直以來都用按樣嘅方式做出當本人看到就哇！
寒冷一下的這樣子的蛋糕雞卵糕。按樣個雞卵糕就會皮的廿個人哈，不用講過生日的時節，大家慶祝鄉下團聚的時候，都會鄉下來食雞卵糕。所以呢，雞卵糕主題愛為到無去用嘅時節，無去用嘅構置去做這些發想跟創意啊，當中有以外，都到特別嘅建議，咩喺雞卵糕店請無限的時節。係哦，哎呀，其實因頭擺一開始做生日蛋糕嘛，後尾開始人下有轉來買當多的時節，其實因為雞卵糕就不只是在一張上映的時節，嘛有多像因講的母親節，因有母親節限定的雞卵糕，父親節的限定的雞卵糕，好，所以呢，請到的萬聖節，因為有萬聖節按用細紮的哦，冇就像按用的萬聖節，萬聖節雞卵糕會做乜解啊？好好奇哦。萬聖節雞卵糕，像去年萬聖節雞卵糕就會像像這個好，就是說這個幽靈惡魔啦，好，用草莓栗子去做一隻幽靈惡魔，或者講一隻搞怪派對，當不按樣，本大家有一隻過節氣氛，好可愛哦。就按像按樣黑寡婦、蜘蛛按樣，是一種應景哈，所以講營業店會隨着季節，不但隨着季節水果會調整，那節日的部分也會跟着大家一起做這個，有一個濃濃的，嘿，像聖誕節嘛，有聖誕限定的雪人啊、聖誕樹啊，好，按樣的題材跟元素都。所以已經唔但像係過節日的時節，咱會生，你上色的時節就做得生，上色就做得生的，我一定會賞你，我一定會賞你，對不對？所以，知道雞卵糕就係從按樣一個都按日常生活當中一個非常療癒的一個小東西。你做的，你同亞太太做的亞的東江東等一下個雞卵糕，也療癒了很多很多的客人。呀，其實咩對你來講，算係另外一種成就感，對不對？本來你第一個做金融業，那是另外一種不一樣的成就感。來做按用自己創業做雞卵糕，按用個店，每個成就感又是另外一種。係啊，就講講你係不同的步調啦，哈，應該講到銀行咯，金融業步調較急，好，較緊湊，哈，當到事情路向下，哈，不過我知道做雞卵糕呢個事業對我來講，哈，係一隻無同樣的意義。你看到大家銀下，哈，他的生日一年只有一次嘛，所以我也知道。一年的這個重要時刻，你就選擇因個雞卵糕，好，對人來講咧意義係無同樣的。所以講，因個做得做下去，我知道前台的原因係講，因看到銀下人家會買雞卵糕，一定係重要的時刻，唔講好生日啦，好，考試考到倒好啦，好，我就講情人節啦，我講阿爸阿妹生日啦，嗰種。重要的時刻都選擇我們的時候，因為就會講講那無論如何都要堅持下去，哈，把燃料炸雞卵糕能做好。難怪你啊，對，難怪你啊，就是所有的細節都非常非常重視。你剛剛唔記得同大家分享，因為我自己在做雞卵糕，所以我看到你用食用花的時候，因為我有去查，其實食用花它是對中開始。它是以食物的等級去種的法，不是平常一般來講，蘆筍看到做得食的法就摘來買種的安尼哦，它是整個過程都是非常非常仔細的。對，所以我們在食用花的這個挑選上，其實它是不管是品質或新鮮度是非常要求很嚴格的，要求很嚴格。我知道你旭凱愛嘅感覺啦，從知道旭凱做按用嘅事業誒2-3年來做得做到2間店嘅規模，我知道係同強同厲害嘅事情。啊，唔過我相信底度聽說有真困難、沒遇到真挑戰嘅事情，同大家來分享一下。哦，有哦，我現在好好想起來哈，印象最深刻係我因開店嘅前面半年，第一站母親節，一開始其實開了這店就只有我和我太太了，因為第一站母親節接到不少訂單，那就無限到半夜3點4點啦，佢都做下，做雞卵糕，我就
好撞腦杯，哎呀，那就摔腦杯，青腦杯，嘿，那就是摔腦杯打地鋪啦，好，結果地杯做給人搞，好，無限到半夜哎呀，你嘿我知道，就像講，因為真經係懂 CC 站，我們從一個小小的基礎，哎呀開始。撐過來，哎呦，前面半年都辛苦，後背就看到哦，銀行開始越來越多咧，開始有回購了，因為品牌啊做下本，哎呦，有一條轉來，這個錢買幾輪搞嘅銀行本意就係幾多嘅感想，係啊，哎呦就嘿，第一站也知道就係一個挑戰啦，對，那個第一站也知道係青年。行做人做背，大部分係要去科技業啊、製造業啊，所以因為他兩件店面啊，知道人才係真重要嘅。餐飲業又都做背，特別係做背人行做，當然青年，因為需求當多啊，非常難青年。所以講，就是說我也是說，講你下有當到優秀的人才有加入然後差不多你下有請到實在優秀的員工，好厲害哦，優秀的夥伴加入我們啦。好，那也係我嘅理念嘛，講把他們當做一些向下打拼的夥伴，好，所以講。也很謝謝他們啦，無因為知道都做被開店餐飲業，青年係清大困難啦風險，知道我有知道一個挑戰。因為唐人你的分享的時間，你係很認真的在。然後也就歌唱同大家講嘅，可能出來講是聽說拄到也就困難，係無按好解決咧。冇錯。古說好彩啦，也下所以行過來，咩行到一陣下問題嘅階段，也下然下有同分享一條感想，本知道當感動嘅冇？有哦，你睇，其實開店呢2年來，我知道當多時刻哈，會浮現在腦海裡哈。印象最深刻，因隔壁都係幼兒園啊、學校啊，所以有一陣細阿妹小妹妹啊，差不多幼稚園中班。好，佢差不多2年3年就會帶佢爸爸來一店面買一隻那種小的草莓蛋糕，細細隻草莓蛋糕，好，給他們差不多按樣持續1年，每隔2天到3天，好幸福啊，佢就來設給他們搞，好羨慕啊，對啊，持續1年就按樣就看到佢大伯來，哈，就是知道蠻感動的啦，過來就會講，因為其實除了台灣的客人，因為嘛當多日本的客人，日本人演他，好，我印象最深刻的有一張日本人，佢用英文人來講，呀叫咱搞佢設起來，個雞蛋的香氣，蛋糕體的香氣，還其實個青紅色嘞，哇，這個是很高的讚，因為日本的甜點其實沒懂腔，也很厲害，對，這一定是超級受到鼓舞的。嘿，就唐希就當講很欣慰啦，做的就沒有白費。聽說會安呢，古時候今日唐徐凱同太太創業嘅故事，真嘅有感受到佢哋嘅用心。啊，唔過節目嘅切面啊，當然還係要搞一下福氣卡拉 OK，這是一個快問快答，不用強說。我覺得呀，題目董事合來問徐凱，因為徐凱佢頭牌係業務，那是金融業，所以你一定很擅長去觀察人。那我要問一個問題哦，迄個人嘅銀行來當人嘅點度風，同人就調價講，調價我先看看吶，這是第一個。第一個是調價我等下轉來哦，我先看看吶，同我等下轉來，哪一個他等一下會回來？你覺得一個是我先看看吶，一個是我等下轉來？我先看看吶，他比較有機會回來，比較有機會回來。哦，真的嗎？我先看看，我先看看，我等下再回來，就是我可能不會回來，可能不會轉來，我知道。呀，夠神奇的啦！但是我應該相信，不管係你的金融業，也係講你的做甜點店。你還會不會賭到就是某 Q 用給銀行，還是要跟不一樣的銀行按用交流啊？我有，還是會有挫折的時候。我有哈，就是經常會有。一樣是好面對陌生的客人哈，百工百業銀行就有啦哈，會忍受這個哈服務業啦挫折的感覺。對，銀行還是要態度當好啊，本期有一張。來之後，應該要當講情緒價值啦，本期講落來同溫馨，
攏歡喜啊！唔管安尼個次，唔管用個次，我今日談到徐凱個故事，都對大家用心同感同。故說今日節目當中，什麼徐凱來到節目當中分享，謝謝。謝謝阿 Kim 妹。沒什麼電視機頭前觀眾朋友嘅收看，休息一下，等下強下來做運動哦。大家知道有節目好看無啊？我記得啦，我來福喜來嘅免術慶站，韓國啊客家電視台嘅 YouTube 頻道，咪記得我來慶站訂閱韓國影片嘅鏈接啦，記得我分享出去哦。